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杯，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咱台湾人重视传宗接代，俗语讲：好歹过爱会甜，好歹查某爱会生。伫传统社会，新妇娶入门上重要的任务就是生产后代。有人甚至甲规个家族兴旺的希望，拢寄托伫还未出世的囡仔。造成一寡互人料想未到的结局。今仔日的暖暖专门客，台语文学广播剧第2季单雷小说系列第4集，咱要透过单雷生的这篇《生囝发梦》，请大家好好来思考龙年生龙囝这件代志。这个故事就是讲，你迷信吼，你若做了过头。唔领会了钱，阁会了人啦，所以爱足注意的，迷信你若迷信爱了钱烧金安尼，迄是也较无要紧得到一个心安。但是你若迷信到一个程度，讲会伤着人迄个咱都爱足注意。林美娘以前对龙无啥认识，有信了后亲身经验，才知影龙的厉害。本来田庄人过三顿上要紧，哪有闲工去计较这有哪无的物件？过来张家了后，因张家伫台中有一间大厝，伫台硬有一个大墓。这大厝甲大墓靠风水咧运转，龙的代志就是按遐来。毋过张家伫这方面上有研究的，还是美娘的大家张李世基。并毋是学历的关系，李氏虽然无读册，毋过又捌一位风水师傅，自来深交，至少有甲伊指点兼引示。这位师傅眼看父母界，手算渺茫术，嘴讲了言语，心想金银术，人叫伊做睁眼大师。可惜十桩功夫欠一点。做人有一个爱钱癖，替人看风水做好事，若是红包包无够，伊就凊彩甲你看，兔血、猫血、乌白布，迄你就凄惨食力骨落呆。风水这款事，哪会互你滚笑日？真罕得看到伊的作品内底有文言词所以讲夫母界也好，妻母界也好，都会使讲戏舞界这可能拢网络拢查得到道家地指道的空灵本体，本来就是虚无的啦。
空虚的空虚，万事拢是空虚啊！哦，啊，茫茫渺渺，渺茫事，无法度看清，无法度去把握。了然语啊，这个了然是华语的了然，毋是不古然啊。迄个了然，咱台语来讲了然是啊，这个囡仔无路用啊，吼啊，所以了然语是讲清楚明白的话。金银事当然是真银的代志，这其实留咧考试啦，吼。讲这个事，那就功夫真好，啊，毋过就是有一个歹撇，爱钱。美娘打官扣金迄站，师傅伫台眼点指着一个好位。这个位后面一条沟，头前一坡竹，这是量大的所在。这是有影呢。李时机互师傅一点开，愈看愈有影，明明涂骹平平，看做一窟深深，臭狗仔有量咧收水，包一包红包谢师傅。师傅啊，这淡薄仔意思啦。都毋免遐客气啦。师傅嘴讲毋免，心内想讲：咱法术界人士靠这支喙食饭，收人遮济钱，无加讲几句好话嘛歹势。我实在甲你讲，这句话你毋通讲互别人知。这血是百年血，特别成果啊！安尼哦，我看恁张家无偌久就会生龙子，量血添量，一定发邦大趁钱。安尼好，感谢师傅啊，努力哈！努力哦，我伫歌仔会捌表演过。较早我住市内，迄阵啊，拢会走去阿弥陀遐耍。阿弥陀北江溪遐就是吊桥，迄阵吊桥，无即摆阿弥陀桥。啊，落去溪底，若要过溪，去吊桥以前，中部的人要来家己的人要去中部，爱坐天道伯啊，下摆啊过。啊，我迄阵啊，就是安尼表，我捌看过迄个天道伯安尼听嘛，了，若甲再到位，再过花，啊，就是讲努力的力咯。努力的力，简单讲叫做努力。迄个努要怎写？挑手边，搁一字鲁国的鲁。啊，所以摇鲁的鲁，咱知较早要用摇的啊。迄个船尾一支桨用摇的啊。扣金，咱知影咱台湾人的风俗，人若过身，以早是拢土葬，带入土地，差不多6、7年了，6年了，就会使甲迄个烂去、新丝烂去，剩骨头遐个骨扣起来，底带黄金斗红，再个另外埋葬，迄个做扣骨，扣骨较歹听。我拄仔讲黄金斗红，所以讲扣金就是甲这黄金共款意思，因为扣骨较歹听。所以讲扣金，要扣骨的进前，爱先请先生看日，选一个好日，联络扣骨师傅，发落所有的工课，嘛着爱请查某囝转来压雨伞。若无查某囝呢，新妇嘛会使代替压雨伞，这个棺木拍开了后呢？若拄着地淡湿、肉烂无利，或者是讲阴湿，通常呢，拢会使甲伊砍倒转去，搁等几年来扣。若无呢，嘛会使全安尼甲扣起来洗骨，也是经过火化，最后扣骨入去黄金红肥红，或者是讲黄金红呢，浸塔，也是讲做换位搁再种，嘛用原位搁再种。但是现主是大多数扣起来拢全安尼浸塌较规气啊啦，拄好迄年龙年，李氏娶新妇，这新妇林美娘参庄人好性格，逐项代志顺人意，
袂甲人计较。有信了后，大家带新妇去看区妇产科，问医生讲：啊是查甫的，啊是查某的？医生翕超音波，摕相片互伊看。你看遮，这院仔有一支短短。哎哟，一支短短，啊毋着查甫的。正是查甫的，恭喜！李世基心内咧想：哎哟，师傅比医生较高明，免照就知。掠一只烧鸡甲一担鸡卵去谢师傅，甲师傅讲：互你讲甲准准，阮新妇要生后生啊！摕相片互师傅看。你看这婴啊，医生讲吼，这支短短都是查甫的。恭喜恭喜！当时要生？医生算是明年2月14。明年2月14。师傅听了面变色，摇头讲：今年生龙，龙血添龙，大发帮。明年生蛇，龙血生蛇，毋是好事。哈，啊怎样毋好？师傅毋讲，伸手倒顶，摸一粒青鸡卵来手刃，点点出一个力，鸡卵弹破去。哎哟！师傅手拍开，拢是高高黏黏的两人甲两青，流甲一世界。破血，破血！啊！若讲头哪一厉害，差一瞬仔要昏去。到遮来，李世基才知影这事的严重，血破去甲讲破鸡卵相像，高高黏黏的好米流了了，了大钱袂发崩。原来这风水甲鸡卵同款，拢是会讲破的物件。着急问师傅讲：啊，但变怎好？囡仔已经有啊，啊，佫是查甫的，敢会使讲毋生？你毋免烦恼，即马医学遮尔发达，当时要生记在咱。我甲你拣一个好时好日，破腹生，袂疼袂艰苦，比家母生鸡卵较快活。嘿，这师傅讲了有理，难得连医学也捌。师傅摕一本开字天书出来算，一算12月12子时上大好。咱即摆台湾人吼，生灵囝即个信仰吼，是也偌普遍吼。我有去查吼，即个2012年龙年啦，吼，一年吼，咱台湾生出来婴仔吼，235000啦。啊，伊个顶几年吼，像讲2010年2当前，迄毋是0年啦吼，生出来婴仔吼是19万几啦。无到20万啦，所以中2-3万啦吼。啊，政府统计是讲，这是235000，这个0年这个是10当以来的新高啦，相关的啦。所以这足明显，就是讲，这个0年的这个迷信啊，足普遍。生囝发崩这篇真典型吼，会当讲是特别去写出传统的观念吼，对这个生囝、生查甫吼，女性面对这种传统的观念，啊，甲望要生囝吼，生一个查甫的吼，现代人可能较无一定有这个代志啊，毋过会使讲是陈瑞生的这种作品，甲迄个传统年代的女性生囝啊。爱孝顺查甫的吼啊，大家拢为着要拼有查甫的来出力吼。传统的这种状况是做一个做写实的记录啦。我是感觉讲这篇虽然看起来以现代观念可能会有的部分的感觉讲，哪像迷信啊吼，还是讲哪像伤过头安怎吼？但是就是甲过去遐的观念会当写甲足口语白话。我看恁长家无偌久就会生龙子，
量血添粮，一定发帮大趁钱。啊，因为这刘啊有迄个良生良子，好生百儿，可能有读过硕士论文啦我看恁长教无偌久，就会生良子什么做发帮？发帮可能较少听到，讲起帮可能较少听到。起就是发，是发动，嘛是会使讲。李时机去找屈父三科，讲伊新妇要破百姓，屈父三科唔肯答应。破百都毋是破西瓜，破个破，大人囡仔拢好好，安怎要破百姓？迄院仔早2个月出事，早产的问题。李时机无法度去拜托郑父三科，这位郑父三科毋知是倒一间学校毕业的，开业几年无成理。伊讲：迄屈先生高头脑，破百姓像家母生鸡卵，袂疼袂艰苦。大人看活，囡仔上安全。即马大家上时行，会晓的拢嘛要破百姓。我嘛是安尼想，是讲婴仔还未足月就出事，会有问题无？婴仔早产出来，放落自动保温箱，要烧要冷，顾在咱调节。比伫老母腹肚内较爽，哪有啥问题？有啊，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时到就落番郑医师安排，万事拜托啦。来照顾啦。林美娘惊开刀，甲翁讲伊毋破百姓，伊要家己生。因翁去甲老母参详。母啊，美娘少年勇勇，互伊家己生敢毋好？你是捌一个啥？听迄草地人讲话无知识，讲着开刀，像要互人割肉咧。美娘是惊讲，人医生讲，即马市内人拢是惊破百姓，下底毋免加，毋免添，无像古早生到活要艰苦死。但是美娘伊听母爱话无毋对，母也袂害你啦。迄师傅啊讲，若无伫龙年生，龙迄破去，甲讲破鸡卵相像，高高黏黏的好米老了了，了大钱，袂发崩啦。无好啦，着互美娘破百姓啦。安尼毋才对，等年底即个龙子出世，咱张家着愈兴啊啦。这位医学的观点来讲这个囡仔时到，伊老母就知影讲爱生出来这是足自然来自然界动物拢是安尼啊，食物嘛是安尼，时到伊精子就蹦出来这足自然的代志，经过几若百万年、几千年的这个自然的演变产生的上好的结果你人计较要决定讲什么时阵要互生出来，这当然是第一无自然，但是第二因为无自然，所以伊会带危险性来这足明显的道理啦这款代志若是伫加拿大，这个医生会互医师公会处罚，一定会处罚的因为你无照医生的道德甲知识来做这款大手术，无代志拢顺序，你嘛是会互处罚。若有代志，搁较厉害，你接着就吊销啥迄款。所以这款代志伫这个医疗法规无完整的所在才会发生。听迄草地人讲话无知识，讲着开刀像要互人割肉，割肉本来是一种刑罚，甲灵芝的哇对，大大撩，大大割，大大甲你身躯的肉，毋是一个大咧死就咧灵芝所以讲即个割肉，讲着开刀像要互人割肉，割肉是种刑，
苦刑吼。正式12月12日，准主席开刀，全身麻痹，破腹生产。哎呀，下仔无咧喘气，心脏嘛定去啊！赶紧到上所，准备电击。迄下仔好好伫老母腹肚内早产出世，煞袂晓好，身躯反无力，救真久才救活起来。结果脑部受损害，变做永久性脑麻痹白痴，饲到血外腰袂坐袂白，身躯软高高像无骨的，规日目睭仁哭哭练，喙开开，舌吐吐，毋知是要食也是要放。惊诶，我会惊啊！做老母的时常半暝仔起来摇鞋仔，抱鞋仔金金看，目屎流。要知，迄时我著家己生。迷信上界害，无讲恁毋知啦。为遮伊就通知影，无论科学搁安怎发达，自古早到今，永远拢嘛有一堆人咧搞迷信。迷信有当时是无啥物败害，就干那本人了钱求这个安心尔。毋过有时阵迷信甲无天无地，颠倒害死囡仔知啦。伫即篇生计法榜伊内底写的是，咱过去台湾社会渐渐的有人会想讲要看日子来生囝。一开始咱当有自然产的时阵，就无法度做了真焦着。伫破腹较有即个技术的时阵，足侪人就想讲，咱是毋是会当破腹个来拣日子，就是迄天若是好日子，咱就破腹来生。即种做法呢，伫后来慢慢证明是讲是无法度的，就是讲。你若是互即个囡仔算做是时间无够，互伊生出来，伊拄侪物件拢还袂发展好势，包括着讲伊的脑神经还袂发展，也是讲伊肺部伊即个喘气的功能还袂做好诶。所以伫即篇内底，咱会看着讲，即个囡仔生出来了，就是因为即个喘气无好，煞去伤着脑筋，规个人以后个拢变成个是戆戆安尼。所以即个保温箱虽然会当互即个囡仔降速，也是讲互伊的体温较稳定，但是伊煞无法度解决着讲伊发展无够额即个问题。所以后来咱知影即寡情形了，豆豆咱就会互大家知影着讲，囡仔嘛是爱互伊有够月才生才好安尼。所以豆豆即种看日子来破腹的即寡做法，就慢慢较无人安尼做啊。李世基因为婴仔白痴无正常。无啥会挖去看，尤其是想起师父讲过发帮的事，骂婴仔拄笑。你这个查某钱啊，明明生来要破假。有时摕超音波相片出来看较真的，去厝边投。现有一支短短伫遐，安怎生出来都无去？难免怨叹命运歹，因为师父有明讲。无迄支就袂发帮。加在后来师傅有吩咐，下摆要有囡仔先来算日，查甫的包你生。李世基心情安定落来，心内有长久的光明，坚持生一个囝发帮的希望，后摆2年才阁生。咱若来甲统计我相信全世界总统啦、总理啥货厝有好多零怎要用拢有啦，无一定讲零的上济啦，我相信毋是安尼。即个故事就是咧讲安尼啦，为着即个迷信违反即个医学的知识，甘愿冒迄个危险，老母的危险甲囡仔的危险，安尼来做即款代志。甚至是囡仔一世人的危险，因为你若破腹像迄个时间毋对，也是啥货效果是有当时会长期的所以主要是咧讲即个迷信
大家爱真注意，毋通讲了钱佮了人安尼啦，这是咧警惕安尼啦。单位先伫写无共行业、无共诶人所讲诶，迄种话诶，迄个口语，有诶人凡是会感觉讲啊，就是所谓足土，也是足土地，但是这就是台语有法度甲即个人诶个性表现甲真明安尼。所以我看即篇嘛有小可好笑诶部分，嘛有小可感觉是有淡薄仔考过去诶，倒考正写咧考过去诶迄落，对过去迄种观念，可能有诶会追求过头去，但是老母对即个家己诶囝儿传统诶想法，一代传一代，即个物件有诶人就是感觉爱一直甲传落去，无论对毋对。我想作者甲真侪物件真真实甲伊记录起来安尼，只是讲伊是用敢若小说诶方式安尼。暖暖十分溪，咱来故事串万地。咱今仔日欣赏的这篇陈瑞生的小说作品《生囝发帮》，根据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研究所陈雅仪博士的观察，对小说的标题就看会出来，陈瑞生呢是咧批判传统迷信这件代志。生囝发帮这篇陈瑞是其实是做足深的批判就是讲到即个差不多应该写这篇是20世纪的尾这抑阁是主要针对台湾人迄种迷信来批判。当然伊批判毋也是讲台湾人即种迷信无智慧，有哪有批判着一寡宗教界的人就是讲你毋也是咧甲你的信徒指点，你煞甲因害因去行毋着路做毋着代志甚至讲去害着一条生命，一个足可怜红婴仔才咧写着讲一个台湾人的新妇就结婚了因翁这边是姓张啦主要是因大家就是迄阵有对一个师傅这应该是可能是不够的款就讲足够会晓算命看风水安尼就甲伊讲恁新妇若有生即个大龙年生才好无恁迄龙现也是去生着蛇安尼毋是好代志。所以伊即个大家就一直讲好，安尼无要互伊提早，要甲破腹生出来。结果有去找2个妇产科医生，头一个头一个这较有医德，伊讲安尼袂使，安尼无教过，这囡仔会害去。第二个就较无道德，敢若顾趁钱，就讲无要紧，好出来早产就囥在保温箱边，囥在老母的腹肚内较稳当。结果这个囡仔无教过，生出来就无正常你害着即个囡仔害着即个红婴仔即个大家无检讨佮骂即个红婴仔来拄笑，因为本来因想讲是会生查甫的啦，结果出来是查某的，佮过来佮无正常安尼所以即大家就怨气即迷信到啥物程度呢？就听迄个师傅的话讲，后摆若要有囡仔先来算日早落好势看要对一日有生安尼有即个囡仔。就等搁后一过2年的时才搁来生一个查甫的所以你甲看伊搁甘愿讲要等12冬呢这是咧写咱即个台湾人的即种真正足迷信迷信甲安尼遮尔无智慧嘛是咧写讲有一寡宗教界的人其实是真正是介毋好啦，即无应当做即款代志。你安尼你莫讲抑搁较毋对，你若讲我都袂晓算，我毋知影，你着老实讲你共安尼黑白讲你去害着红婴仔安尼颠倒毋好，害着因遮的人安尼母一困我是有感觉讲即个红婴仔的爸母特别是因即个老母是真可怜毋过嘛伤过软正甲因即个老爸你的老母做毋着代志你为着你的囡仔，你要保护你的囡仔，你嘛应当爱甲反抗这袂当去管啥物友好啥物货，你去互因安尼做这实在足惨的
根据海洋台语文学的总编辑李钦华老师的观察，陈瑞生的这篇小说描写的虽然是过去的代志，但是当今社会要是有袂少人真迷信，甚至一寡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嘛是相信风水地理的讲法。生囝发崩，这嘛是连续单位的一贯的风格啦哈。我顶边讲过，讲反风啦哈，就是讲风气性的写法。这篇内底讲这个，因为要生良囝，良年要生良囝，爱看风水，然后真风气就是讲，结果做一篇悲剧啦哈。这就是咱人因为迷信，煞去互人误去，互人怪。这个世间嘛，还阁是有真侪这款做法的人，讲看风水啦，来咧趁钱，嘛足侪人信。就我所了解，毋是甲讲一般庄脚毋捌代志的人，甚至教育界嘛，真侪人会要信这，甚至听讲足侪大人物嘛咧信这，无要信科学，要信风水。后来听讲风水这种的物件，嘛有迄个传去到西方，讲西方嘛有人信。真趣味的，就是讲有人甲讲，恁这办公室呢风水无好，来我来甲恁瞧者你着这个遮呢，恁爱斗一个电风，这个放一个水池安尼就风水就来啊。当然是讲笑啦哈，不过咱像民间足侪人信这，讲生囝啦、生日啦、梦啦，是讲要带倒搭啦梦要甩伊倒搭啦，安尼因后地人就当日子较好过啦。你若信这，你就信袂了啦。你就是有可能像单类的小说内底安尼，互怪咧戆戆说啦。咱今仔日欣赏的这篇生囝发崩，内底有讲到扣骨，扣骨为什么又搁号做扣金？节目说来去，咱继续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为咱详细来说明。扣骨就是扣金，扣金就是扣骨，扣一骨讲做扣金，迄是台湾人传统的风俗。咱的祖先过身了后，依照礼制办丧事，最后将遗体入棺木，送上山头，就是送出山。咱的惯例，咱的风俗就是人死爱入土为安，土葬做墓来拜，台湾人传统有这个五行的观念，五行就是木、金、火、水、土，五行木、金、火、水、土。配合方向五方就是东西南北中，搁再配合颜色五色，就是青白红乌黄，青白红乌黄，拄啊好配合木金火水土，甲东西南北中，伊三项拢通连的，这个生命观念呢，咱台湾人认为讲，人的一世人都天亲像。天地大自然的一日，早起时日头对东边出来，下晡要暗日头对西边落山去，咱人一世人的结束，就若像日头对西边落山，这个西边呢属金，西方属金，伊的颜色是白色的，所以有关死后的代志，都是穿白下衫啦，戴白头巾啦。做西公啦，登西方啦，上西天啦，这个西甲白都是为遮来的。古早人扣骨呢，嘛讲做扣金因为西方呢属金所以讲扣金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
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随书阿关。这个故事让我感觉足苦痛，心肝袂舒服，大石头缀掉咧，无法度喘气，鼻头酸，出口袂出来。像电视戏剧，你的囡仔毋是你的囡仔，大人的利益上要紧。生囝也是有孝事，是要互家族仔转运出头天有名望，毋是徛伫囡仔的立场，嘛无尊重囡仔的独立的。捌有一摆，我听到一个住台湾的外国 YouTuber 讲，伊对拄出世的查某囝上大的愿望，就是人生快乐，做伊爱做的代志。这句话对我来讲，文化冲击有遮大。那台湾人应该真罕有人会安尼讲。若是大的，就想讲会当团香火，毋望囡仔大汉光宗耀祖。爸母即缘的，可能会讲做一个对社会有路用的人。敢若无人会直接讲，我要爱我的囡仔一世人有通做伊要做的代志。当然，这文化无共，毋过时代在变，啥物款的价值观，互囡仔在发展较有利益，真值得讨论。陈雷先的作品关心台湾人被殖民政权迫害，致使社会价值观歪错，失去家己的语言、文化、自信，甲做人的尊严。水开搁挖进台湾灵魂的台文，读者会袂输互你讲卡着，雄雄精神起来。这篇著作1990年发表，到达30天啊，陈雷先要点破的社会问题敢有改善？算命风水迷信搞欠算。大人的利益比囡仔的利益较要紧，重男轻女，查某人生囡仔无自主权等等，在我看来有豆豆仔在进步，不过还阁有正大的空间通改进。好，现咱听众朋友安怎看？欢迎留话甲大家讲哦。是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